大卖场家乐福的员工家己组的工会今仔日发起抗议，因为不满家乐福这10档内拢唔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。因为家乐福是回应讲，因会先设立临时的职工福利委员会，也佮继续甲员工来协调。家乐福别再破！家乐福的员工发出诉求，希望公司会当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。工会讲，因已经诉求10档啊，若是照法律的规定，公司只要超过50人以上，就要有职工福利委员会讨论一寡亲像员工旅游、休闲补助，才会员工福利甲权益。工会话话，公司莫阁拖，赶紧成立。照法令规定是，以50人以上的公司会要成立支付会，但是公司伊这员工13000几个，伊无道理无成立。诉求10档拢无成，家乐福员工和劳工团体拜三徛出来抗议。家乐福总公司要派人到现场了解状况。家乐福表示，在2023年董事会就通过要成立职工福利委员会，并且通知家乐福下面的2个工会，分别是企业工会和手trava工会，爱因协调出劳方委员名单给总公司，不过也未收到委员名单。但是劳工团体对公司的这个讲法并无认同。去年其实企业工会已经推派了。现在家乐福再拿这个章当理由，就表示他不止违反了职工福利金条例，他更进一步的去摆弄、操弄工会之间的纷争，这是进一步的违反了工会法。劳工团体认为家乐福是把责任推卸转来工会，并无积极面对。家乐福尾仔是回应讲未来会先成立临时的职工福利委员会，等待工会推派出委员名单，再来积极协调。记者戴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。